来关心交通部队6月份开始针对违规临时停车恢复检举，而且佮加上记点制度，这是引起职业驾驶不满。即马批评讲，因无所在落会，佮一直互检举。落尾呢，交通部即马是宣布讲，记点会先划停先冻点，也毋过伫昨昏，争取路权的团体就站出来抗议，因认为交通部爱坚持，绝对袂使退让。 人命安全不能暂缓，交通政策不该转弯。各路人零死亡推动联盟含各路权团体初9是做伙开记者会，针对违规停车记点的交通新制，敢要渐慢执行，讲一定要纳入更较侪过路人的想法。 针对记点制要怎么样去做调整，不是说不能够去做讨论，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方案，应该是各个不同的用路人一起来讨论。如果现在直接暂缓实行的话，可能会让一些不守交通规矩的驾驶更肆无忌惮，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能暂缓。 好，交通部甲压力讲咧，政策袂当凊彩改，才当捍卫过路人的交通安全。针对过路人和职业驾驶工会无同的声音，交通部回应讲，会小可调整2个记点制做法。22关市地每隔100到150公尺红线，伫压的位置少10派黄线，提供临时停车进前，因为人客货物的上路车造成违规临停，未记点但是会罚款。另外，伫顶仔口违规停车，但是有留的行人的空间嘛是共款。针对过路人和路权联盟的诉求，交通部和地方政府论讲，互驾驶人有落会载客的空间，会为黄线段来处理。嘛，辅导民众莫伫危险的路口或隔台砸车。特别是机动车驾驶员职业工会是爱交通部赶紧来改记点的处罚。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它是属于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规，所以部长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变动。我们是退而求其次。 告诉部长说，那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职权范围里面先修记点的执法？交通部讲，人客货物若是违规临停，但是无妨碍人车的通行，会当劝导免记罚。但是伫配套措施完成进前，人客货物上路车的临停和顶仔卡的停车违规，拢暂时唔免记点。交通部长王国在希望年底进前，各县市拢完成临停区的划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